来，咱这礼拜是不是有母亲节，对不对？对。恁若母亲节会送妈妈回礼，对不对？对。什么回？康姆西。康姆西不是康姆西。哦，来，康乃馨。康乃馨。来，康乃馨的台语叫做剪绒花。剪绒花。哦，剪绒花就是爱阿母的花，对不对？啊，不过老师本身就爱金针花。 金针花，有人会写花给妈妈，有人会送花，有人会送鸡卵糕，对不对？来，老师今仔日教你一首歌，叫做王金算老师的《金针花》。来，对老师讲一遍。金针花。因为这首歌足好听，老师念一遍吼，你对我念一遍吼。五月风微微啊吹。 一张花，我予阿母一张花，花顶搁画一束花，花顶搁画一束花，一束花，一束花，啊什么花？啊什么花？啊金针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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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画六蕊。 台语有自然变调的必代表，哦，毋过代表我爱阿母伊，毋过代表我爱阿母伊。赞赞赞！啊，咱咧讲画六蕊吼，六蕊搭，吼，咱的台语有吼，有搭啊含六来六六大顺，六六大顺，就是六六大顺吼。咱来讲数哩，二四六三八三八，26、38、38。 李数六对不对？好，啊，咱嘛讲六个人，六几岁？啊，搁有你是不是拢是阿爸阿母六仔六娘六大汉呢？哦，是吼，所以这首歌足好听吼，啊，对老师来唱一遍吼。